进入张荣宗的艺品店，好似搭上哆啦 A 梦的时光机，展开时光之旅。所以这里其实总共的物件实在数量很惊人，对不对？大大小小应该有2000多件。2000多件这么多，可以为我介绍吗？周德老矮 sell game。要黑矮给公用，要黑矮给公用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每间古董都有着故事。这马车来自英国殖民时期，100多年历史。清朝中期的实木药柜，有着巧妙机关，拿来拜神祭祖用的提装供盘，还有富贵员外才拥有的掌柜，同样都历经100年岁月。这全部都是鎏金的，所以现在这个雕工，你再怎么烘也烘不出来这个味道。真正的古物艺品，有着老木星做的仿古货，难以比拟的温润和质地。更珍贵的还有这张古董床。这个床差不多它的历史有200多年了，它的雕工非常的柔和，非常的精细，而且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了。像现在要找这么完整的一个床实在可能也没有办法再找。听着解说，跟着踏进一段段繁华的流金岁月，张荣宗也回忆起旧时光那追寻古董的初衷。以前我们都没有电，我们要读书就用那个煤油灯下去看书。我就从那个煤油灯留下来以后发觉这个东西有教育的作用，所以把它从那个煤油灯开始收藏。小小煤油灯意外开启20年的古董商生涯，至今依旧最新。因为这个老的一件，你要100-200年、200-300年，那真的你要再找那些东西也找不到。数百年的历史精华，仿佛全浓缩在这里。现在下一代加入，增加投资概念，父子俩以有形的古董与无形的传承精神，等待有缘人。周德老矮 sell game， 也係矮嘅公用。周德老矮 sell game， 也係矮嘅公用。